爸喜欢那不卡吉米安那古一出啊古拉拉萨布卡拉跟那古一出啊古拉拉那那伊那古爸爸喜欢那。 我可爱的儿子苏妹，一出啊。 怕你们睡着，不过这样很好听，很有气质哦。我又来了。然后这几天就是这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我有一群很支持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有一个跟阿美族一样的阶层的利益，他们叫拉铁粉。 他们居然送我手风琴，然后我想说，学他们就送我手风琴的，要好好给他演奏下去，好像不太对。默契，我手风琴没有那默契，因为我眼睛就这么美。 送我手风琴，真的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这么贵重的乐器，上面还贴一个小小的贴。太丑了，好小，你们可以贴到这里的吗？好了，其实我还蛮担心你到时候，然后又用手送什么，然后我又要吹什么，就这样就好了，不要再送了，很累。
我有一阵子有在拉手风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认识我的人，比较早认识我的人应该有看过，就是在以前我有一个乐团叫艾可居士，然后我在里面就拉手风琴，但我已经5、6年没有拉了，超久了。然后那时候艾可居士创作力最丰盛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宜兰地蛇节。然后那时候有写了很多手风琴的歌曲，然后其中还有一首歌，是演奏曲，叫《地神姐好美》，我很久没拉了，然后我也很怀念那一段时间当街头艺人，所以我是街头艺人哦，好，大家知道哦 ，VIP 人们，不要头很重的啊，只能投纸张。我很久没拉了啊，你就假装你们是街头好不好？想到我在街头然后就练习哦，好不好？先快不快，反正街头艺人嘛，你们就聊聊天、走走路啊，好不好？街头然后就把这首歌也献给大家，也收录在练习曲电影的原声带里面。这首歌《地蛇节好美》。
以前表演每次都这样，我习惯了啊。好听吗？好听。才艺表演呢？这个空间好奇怪哦，又是拉手风琴，然后又是弦乐团，你们好像走错地方了，这也不太像 live house。哦，好，我要脱衣服了。脱衣服。不要看嘛，光光短啊，什么看着？还有一件，里面还有5件呢。皮衣。奇怪，你在想什么？脱衣服而已。好，我很久没弹钢琴了。其实，开始组乐团之后，才开始慢慢练吉他。但是其实我以前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弹钢琴的。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不晓得。然后接下来就变钢琴手哦。好，那接下来继续拉这首歌《漫步城市》。我一样。
现在到了教学时间了，要教你们唱我新专辑的歌，我都有挑过的，放心好了。你们会讲英文的我爱你会讲吧？会吗？怎么讲 I love you。唱日文的呢 I love you。我看到。韩文的韩文会吧？사랑해요。사랑해요。沙拉我知道啊，沙拉面，沙拉面，模模糊糊的这样。会啊，因为谈恋爱都用得到嘛，很浪漫。那你们会讲阿美族的吗？不会哦，没关系，神秘老师教你。阿美族虽然是表面上给人家的印象都是热情啊、大方啊，然后母系社会的，但是真的要谈恋爱的时候，反而是很含蓄的。我告诉你们的我爱你怎么说，叫做毛拉海嘎古迪苏安奈。好，太极毛拉海嘎古迪苏安奈。很长哦，我也不知道，我在想说，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谈恋爱的？万一他还来不及回应，毛拉汉拿就走了。然后滴，讲没有了，讲没有了。我爱你还比较快，我爱你。但是其实毛拉汉搞过比说呢，如果要真的要分开的话，就是毛拉汉是喜欢的意思，搞过是我。比苏阿那就是你的最高级。我只喜欢你最高级的你的，这样有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爱这个单词，好难哦。就是喜欢的最强烈的那个你，就是爱了。这样不懂哦。马古拉海，马古比苏阿那。马古拉海。不相信我教不会你，老师教学时间，PowerPoint 请看。毛拉海，嘎布，比苏安难，会了吗？我们还有快速记忆法，来，请看。刚好是不是当假的？马乌拉海，嘎布，比苏阿难，会了哦。好，这是阿美语言课程。接下来呢，我们要上音乐课，好吧？这样你们会讲对不对？大家会唱哦，现在我是音乐老师啊，教你怎么唱啊。那要快点，比刷这比较浪漫，就带过去这个啊，开始啊。会了哦，好，音乐课上完了，我们要上美疗课喽。老师这边有这个，老师有准备，每个人都有，这个叫做电班，你们有吗？好，谁没有？你是怎么进来的？对，
有啊有啊，哪天来哦？有，待会要唱哦。啊，有吗？然后，对，请证明你是凭票入场的。票口的赶快抓一抓。有吗？Maulah baik aku, Maulah baik aku, Maulah baik aku di sana. Maulah baik aku, Maulah baik aku, Maulah baik aku di sana. Hello，我们开始喽，好不好？哇，教的很好哎，你这发的很棒，棒。好了，好，老师们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大家说我爱你。Di bawah malam di sana, saling berkasa ku tarusun, tak kenakan merasakan kita. Di pengantin aku tak
听到这么多人讲母语，你们好亲切哦。好，希望保持这样好不好？我当做学法文嘛吼。好啦，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些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疯狂的事情，但我一直很希望我自己也一样有这样的自信，可以跟很多人分享，我们自己有的，然后可以跟很多人分享。魏德胜当然不是原住民，可是他很厉害，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塞贝克族，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可是他更厉害，他很用功的去学会用很多拍电影的技术，可以找到很多相信愿意投资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拍了一个台湾史上很伟大的一个原住民历史电影。吴宝珠老师也不是原住民，可是他愿意花很多时间陪伴着原住民去了解原住民的小米酒酿，最后用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我相信很多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些智慧，一直还藏在部落里面，没有一些人去使用它。我一直告诉我弟弟妹妹们，我用我自己的演唱会的钱，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一起加油。但其实后来发现，你们才是投资属于的最大的投资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演唱会有赚钱，要不然我没有这个成绩。没有啦，还没结束，明天还有一场，想到就觉得很累。但你要这样折磨自己。相信分享是最大的力量，然后我也想把部落的弟弟妹妹的精神拿给你们，让你们分享。原住民年轻人第一次勇敢在台北的街头里面，大方的用自己的舞蹈、歌声跟传统服饰，然后我想说试试看吧。快闪听过没有？有。我们也要跟时尚潮流，快闪不是只有街舞啊。我想说也是也要参与的，我跟得上时代嘛哦。然后部落的弟弟们在7月1号吧，很厉害，你有看到网络吗？你看连那个东区的街头都敢跳啊，西门町那么多人，好像我们在抢其他街头艺人的生意。我们1毛钱都不收的，当然我们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无时无刻在你身边，没有距离。好，然后我想我要带部落的弟弟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快乐。这首歌辛苦，好秀。
一下。你刚刚会的那个可以，好，学以致用啊，我们不排除姐弟恋。怎样？你看到哪一个？不要说。这边呢，这边有青少年中途之家家长。谢谢你们啦，真的，我养小孩很辛苦啦，给他养到这样，花很多钱呢，很辛苦的，鼓励举手预备。一下，好了，你说那个，发抖嘞，还发抖，你让我一下那个钱。可以啊，其他同学请不起来。你们有要起立。教具有掌声，你们不要让他们飞起来，你们太容易骄傲了。好啊。生命福利体。为什么你们红的土地就这么精神？很怪的，对不对？不要！后面这样。放心，还不生气了。生气了啦！我生气了，不下去。